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迄日。耶稣恩典哪会遐深，充满伫我心内，因为对信圣经福音，心会平安自在。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倚靠，会得以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迄日。圣神感动哪会遐快，互我深知过实，承受福音深受感化，性命换身正直。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倚靠，会得以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迄日。爸、囝、圣神三位一体，至圣、至权、至大，尊贵荣光永远无替，乌鲁伊名无煞。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深信倚靠，会得以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迄日。互咱甲保罗、提摩太同款的心情，互咱来唱这首诗。感谢主，互咱伫即个疫情后，还阁会当欢喜，侪人拢会当聚集伫圣殿，咱来敬拜我老主。接续咱传的是牧师讲道所回应诗。牧师今仔日的题目讲道是勇往直前，勇敢向前。来回应这首552首，这听起来敢若是咱圣诗的军歌，咱
拢诚做基督精兵。哦，即个写曲的即个Arthur Sullivan， 伊嘛有另外一首诗，就是哦，我做基督精兵。啊，即首诗咱嘛真熟。哦，咱来听琴声，甲咱弹一遍。来，大家勇敢当作脚步，虽然经过弯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人救主的保护，是个出路，灿烂光明，抬头看伊来真情，我靠上帝。真情，要真情，要真情，我靠我主来真情。光明富贵放在后面，专心为主来前进。为了正义，应该用力，输尽真干来真情。无可势力，无可分数，我可传令咱的主，我可上帝好大真情，有真情，有真情，我可我主来真情，无命写真情势力，因有你我。需要一个呼应，应该隆重度高情。我可上帝好大真情，有真情，有真情，我可我主来真情。咱若专心行主正路，真是阮的主。到要福气平安欢喜，主要使人够满意。咱着时常当作脚步，勇敢经过黑暗路。我靠上帝好大真情，有真情，有真情，我靠我主来真情。练习到这。今仔日是总会所定台湾圣学院奉献主日，奉献地仔放伫咱座位的头前，请咱准备心。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全地着向上主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上主，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上主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因感谢立伊的门，因阿罗立伊的院，着感谢伊阿罗伊的名，因为上主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184首，圣诗184首，上帝乃看我，请起立。上帝听头那大欢喜喜乐我，偏我比心可为了我高一度我，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他亲情下口会得到保守。这时，请咱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胞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无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外上天。打做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高下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做下面肉体国外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文59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文的新信息后面。启文59篇，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信心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方方信信祝福所有求救伊的人。
过因都无信伊，乃会求救伊。都无人传，哪会听着？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也暖而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毋捌听着？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同心来祈祷，向阮的天父上帝，阮要大声阿罗你，阮会当逐礼拜聚集伫你的圣殿，传扬你的慈爱，传讲你的公义，认罪求你的赦免甲安慰，实在是阮生命中间上大的祝福。主啊，你的创造伟大，你的计划奥妙，无理性的人袂明白，有戆的人也袂了解。我因为你奇妙的创造欢喜，你双手所做的一切来快乐。你用温柔良善来款待万民，你用忍耐慈悲来看顾你所创造的一切。你是阮伫软弱的时阵的帮赞，伫罪恶中的饶赦，是阮行好的气力，阮面对死亡时的安慰，也是阮未来伫天顶的喜乐甲祝福。愿一切恩光甲乌罗拢归伫你，正圣道乌罗你的荣耀，正先知传扬你的大权能。历代的圣道为你来做见证。感谢主，互阮有份伫普世教会正圣道乌罗敬拜的圣工，分享伫你永远的荣耀，互阮明白你所交托阮每一个人生命中特别的使命，甲历代的圣道相结连，来完成阮受创造的目的。主啊，阮常常活伫黑暗甲罪恶中间，阮的耳孔听无你的声音，阮的目睭无明，看袂见你的记号，阮的心中无清气，无法度通接纳真理。伫阮的内心失志、心灵空虚、迷失方向的时阵，阮只有大声求你的名。因为阮知你来到世间是要超找才会失落的灵魂来救伊。虽然伫我的内面只有黑暗，伫主你的内面，阮就看见光明。伫阮的内面有偌济的痛苦、后悔，伫主你的内面就有偌济忍耐甲宽容。伫阮的心内有偌济不安，伫你的内面，阮就得到偌济平安。求主互阮有勇气甲智慧来面对家己的过失。无伫你的面前来稳重，使阮真实的悔改，通过耶稣奇妙的临在，伊伫十字架顶面受苦甲救赎，互阮的罪得到洗清，得到赦免。求主互阮接着信心的同在，使阮光明甲勇气来明白你的旨意，顺坦接纳你的命令，也确实照你的旨意来行。求你用信心来引带阮。无互阮因为对真理的无知，行往歪错的路，也是因为世俗的颠簸甲私欲来离开你，互阮所做所行，拢会当顺全圣洁。互阮的言语谦卑温柔，心内一切所想，拢是为着保养你的祝福。互阮的喙齿只有为宣传你的良善来服侍。当阮陷落伫黑暗的试炼的中间，也互阮袂失去耐心，当阮遭遇不幸甲痛苦，也袂过头埋怨甲软志。伫一切的代志顶面，独依靠我靠耶稣，阮的救主。因为只有你知阮的需要，你的眷顾充满智慧，你的保护充满权能。感谢你宽容赦免阮得罪你、得罪别人、得罪家己的所在。也帮助阮来学习原谅所有得罪阮的人，互阮的心会当伫你的内面得到真正的安息。主啊，阮需要你日日的教示，互阮会当明白耶稣。感谢你通过圣行的教育，
为正教会备办优秀的传道师，通过教会永远宣讲耶稣所带来大来的福音，互阮即群失落的羊群得到看顾。求主你特别看顾新学院的需要，互阮的教会会当诚做新学院的后盾。伫蔡院长会领导的下面，互新学院诚做更新正教会的溃烂。即是求主你的信心甲阮同在，互阮放落心内的甜盘，安静谦卑伫你的面前。求你守护阮，会当感受到你的智慧，会当明白真理的理智，有超找你的温群，有听候你的耐心，专心来思想你的话，接着单纯的信心来归向你。愿永远以爱为着你的名来同心自责，伫你的慈爱中间诚做基体，通过敬拜甲学乐，向世间人宣告你的慈爱甲福音。阮信心摆咧以上的祈祷，求主接纳。即时，阮也要照主所教示祈祷文同声吟讲。
请做伙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0章第32节到34节，台语汉语本圣经新约第52页。马可福音10章32节到34节，台语圣经汉语本52页。32节，因上耶路撒冷伫路里，耶稣行伫头前，学生戆影，对伊的人惊吓。耶稣搁带12个学生，将伊所要拄着的事甲因讲。当咱就耶路撒冷，人主要受嫁送，互遮的祭司头甲经学士，因要验伊死罪，也要嫁送伊互外邦人，伊要戏弄伊。配烂伊，鞭拍伊，害死伊。过3日，伊要搁活。讲道请蔡主任牧师讲道题目是“好打进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主来敬听的陈牧师，以及立位中职同工，今仔日实在是真欢喜，会当搁一摆来到上山教会，甲咱三家敬拜上帝。会记得顶摆来到咱的中间是3年外前，疫情，互咱距离变长，总是今仔日会当搁伫主的名，甲咱三家敬拜上帝。今仔日是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我要首先代表神学院的郑思新来向上山教会的兄弟姊妹献上阮上深的感恩，感谢恁伫过去遮尔侪年来。对神学院、对神学教育的支持甲大道奉献。今日来到咱的中间，我意爱用上帝话甲咱三家分享。伫未开始之前，请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主，我感谢你，阮是甚物人，太多会当得到上帝恩典的救赎甲疼痛。自今早起。伫你所定的日子，阮才会受恩的囝儿聚集伫你的圣殿，因为主，阮知，除你以外，阮无别个拯救；除你以外，阮无别个倚靠。主，阮就亲像玛利亚同款，真正要坐伫你的脚前，阮意爱你对阮讲话，因为主，阮确信，你的话是光。要光照阮的黑暗，阮也确信你的话就是道路，互阮会当行伫上帝你所喜爱阮行的道路的顶面。只是恳求圣神伫阮的中间做工，互阮有会当听的耳孔，嘛有受教的心，互你的话语入了阮的心内，会当诚做好的种子，结出互上帝欢喜的果实。主，阮也求圣神做工，互今早起，无论是讲的甲听的人，偏偏伫你的面前得到圣神的引带。多谢主遮尔疼阮，阮安尼祈祷，为坎地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你若斟酌读新约的4本册福音书，你就会发现。每一本福音书的作者记载耶稣故事的方式拢无共。好比讲，你若读马可福音，拄仔咱读的马可福音记载耶稣的故事，伊并无介绍耶稣出世的故事。换句话讲，无马槽，无天使，阁各样的，嘛无东方来的朴素啊。圣诞节就要到。若只有马可福音的故事，你检采你会感觉过圣诞节，加减一点点仔趣味。马可福音是怎样记载耶稣的故事？伊是对耶稣受洗礼来开始的。圣经安尼写，伊讲有一天，主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到约旦河边，伫遐接受洗礼约翰的洗礼。当主耶稣对水里起来时，就看见。天开啦，圣神亲像钱啊，降落伫伊的顶面，阁有声音对伊讲：“你是我所疼的囝，我欢喜你。”
即个对天顶来的声，会当讲是主耶稣一直宣告传道的生涯中间，不断地引带伊向前的一个真重要的困难。事实上，主耶稣的传道事工也证明了上帝确实甲伊三甲伫地。因为你若读马可福音的时，你会发现主耶稣的宣告是足成功。因为总是有一群人想要来找伊，要听伊讲道，要来跟缀伊。好比讲有一届，伫加利利一个叫做加百农的所在，主耶稣受邀请去做人客。众人知影耶稣伫即个厝的内面就组织要来听耶稣讲道，结果人是遮尔多，连门口拢互人踢甲袂当行入去。伫到后来，圣经讲有一个变衰的，伊的朋友跟伊来要来见耶稣，求耶稣甲伊医治的时，因为人实在有够多，无办法进到即个厝内，因只好爬到厝尾顶拆天花板，用锁将即个变衰的降落来，才通互耶稣会当来医治伊。主耶稣伫加利利宣告受欢迎的程度，特别会当对一个事件来看出，就是有一摆有4000人竟然为着要听耶稣讲道，宁可枵3天无食饭嘛袂要紧。各位，为着要听讲道，枵3天无食饭嘛袂要紧。哇，这实在是互咱足恶地想象。会当讲，耶稣会宣告伫加利利，伊会宣告事工带来真大的影响力，真侪人拢要来跟缀伊。不过，主耶稣伫加利利宣告遮尔成功，群众遮尔欢喜伊的代志，也引起了伫耶路撒冷遐宗教领袖的注意甲怨妒啦。圣经讲，有几个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特别对耶路撒冷起来到即个加利利即个村，要来看讲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因会超过伊伫一寡场所的顶面会来问耶稣真懊悔大个问题，超过伊要来找伊麻烦，要来试探耶稣。总是遮个拢无影响主耶稣伊要传福音的心志，群众犹原真介意伊的教导。事实上，你若继续读圣经，你会发现耶稣的宣告毋是只有停留伫加利利尔，伊开始计划要扩大伊传福音的范围。你若读马可福音到第10章第1节的时，伊怎样讲？伊讲主耶稣甲伊的门徒现今已经行到倒啊？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汉语是讲到犹太的地界，到约旦河外啦。换句话讲，耶稣已经来到一个地界，过去就是要往耶路撒冷去啊。若是就地理位置来讲，耶稣甲伊学生已经来到一个地界，搁过去就是犹太省，就是耶路撒冷城的所在。伫即个时阵，也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这短几节的经文，伊安尼讲，伊讲因就耶路撒冷去，伫路里耶稣行伫头前，学生戆影，地的人也惊吓。就伫即个时阵，耶稣将伊的12个学生叫来身边，将过来要发生伫伊的身上的苦难，搁一摆，甲伊的学生讲。耶稣讲，打咱就耶路撒冷去，人子要受卖，交互遐个祭司头甲经学士，因要定伊的罪，也要将伊交互外邦人，因要欺人伊、骗瞒伊、逼迫伊、害死伊。第3日，伊要过活。事实上，各位，这已经是耶稣第3摆向伊的学生讲起，伊家己要受难的事啊。第3摆啊，圣经怎样讲？圣经讲，这学生对耶稣就耶路撒冷这项事，感觉真戆影。这什么意思？
有一个英文的版本，伊来翻译是讲 ：The disciples were confused。confused， 感觉真好理解，真困扰，无办法理解讲耶稣你哪会伫即个时阵做即项事？为什么这个门徒这么困扰，无办法理解？因为在因看，伫家里你毋是足好嘛？伫遮的宣教事工毋是真顺利嘛？群众这么爱欢喜耶稣，足爱听伊讲道，足要跟缀伊，这么侪人要跟缀伊。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伫即个时阵要离开加利利呢？不但安尼，明知影伫耶路撒冷遐个宗教领袖、遐个官员已经对耶稣真不满，为什么？主耶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偏偏要将家己送往即个上危险的所在呢？如果这一切真正照耶稣所讲的来发生，安尼即抓上耶路撒冷去，有可能因会失去因所听的老师，所以甚至学生嘛会想哦，连我家己的性命拢有危险嘛。所以门徒根据因对现实情况的判断，因认为就耶路撒冷去风险实在伤大啦。那用华语来讲就是。这实在是一件只有亏损没有利益可言的赔本生意啊！也因为安尼，学生对耶稣就耶路撒冷去这项事，感觉非常无办法理解，真困扰。这也是为什么当耶稣第一摆伊的学生讲到家己要受难的代志的时，圣经怎样讲？彼得就将耶稣揪去一边。和合本的圣经是讲彼得囥耶稣，其实毋是囥。这个动词甲后来耶稣责备彼得所用的动词是同一个字啊。换句话讲，彼得责备耶稣，学生骂耶稣呢学生骂老师啊，彼得责备耶稣，为什么？因为彼得对耶稣所讲的话，换句话讲，彼得无满意，真生气。伊认为老师你袂当有即种的想法，伊就责备耶稣。总是耶稣听完彼得的话了后，耶稣活转身，用真严格的口气责备彼得讲：“撒旦，退去我的后面，因为你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撒旦，退去我后面。”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啊！耶稣伫提醒彼得，伊是徛伫人的角度伫看代志，毋是徛伫上帝的观点伫看代志。也因为安尼，彼得所讲的虽妄，伊所讲所做，表面听起来拢真合情合理，总是伊竟然是甲上帝对敌的。伊是伫阻挡上帝旨意的得食，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就耶路撒冷代表什么意思？就耶路撒冷代表的是，对一个咱感觉真安全、真安稳的所在，去到一个无确定，甚至是充满侪危险挑战的所在。就耶路撒冷对学生伫信仰中上大的挑战就是。因是毋是会当停止用一般人用的机会甲成本的计算方法来计算因伫信仰顶面的得甲失啊？换句话讲，学生就要停止伫信仰顶面做一个精打细算的人。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所讲的信仰真侪真理，好比讲听、牺牲、赦免、奉献。等等，这实在是无法度用数学的公式算出来，敢毋是嘛？会当讲，这学生不只是来到一个地理上的界线，因也来到一个信仰的界线。伫即时，因都要问家己啊，因都要问家己，讲我是毋是愿意为着基督甲福音的缘故？
放落家己的自私自利，无搁去计较代价，无搁去计较付出，愿意甲主同做行往耶路撒冷去，我是毋是愿意？我想这不只是当时的12位学生爱去回答的一个问题，今仔日嘛是咱正爱受上帝呼召、救赎、受恩的囝儿，咱来不断去回答的一个问题。不过我也深深体会，伫今仔日的台湾，伫今仔日的世界，要回答这个问题，对咱在座，包括我家己，做基督徒来讲，实在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啊！怎样讲？你有发现无？伫今仔日整个的台湾社会，咱强调的是啥物？强调的是机会甲成本。换句话讲，咱遮的受到蒙恩的囝儿，伫不知界中间，伫即款的社会价值观的中间，嘛伫影响咱的信仰的态度。怎样影响咱？咱常常嘛会算，伫信仰中间，咱变甲愈来愈精打细算。咱总是伫算，我付出的有偌济，我收回有偌济，我付出的甲收回是毋是有平等啊？不但咱伫今仔日即个世界强调自我表现吼，人人都可以当网红，自我表现、自我追求、自我成功的即款的社会价值观的下面，有时咱嘛会问：我做即项事，我做即个决定，对我的生涯计划规划有啥物好处也无？也因为安尼，有时咱想着讲要将家己真宝贵的时间，甚至将咱的金钱放伫别人的身上，去帮助别人完成伊生命的意义、伊生命的使命，检测伫今仔日，咱嘛感觉是一种的浪费，敢毋是嘛？即款的结果是啥物？真侪时阵，各位兄弟，耶路撒冷已经对咱的信仰地图来消失啦。耶路撒冷已经对咱的信仰地图顶面来消失啦。有可能是咱对目前感觉真安稳的生活感觉真满意，咱毋愿阁接受挑战，嘛毋敢去冒险。嘛有可能是，当咱的付出甲收回无平等的时，咱灰心失志啊！最近大教会好会拄啊开过3中节，足侪兄弟姊妹讲莫甲我选，我看到足侪兄弟姊妹足毋甘，伫教会服侍，做甲老烂，互人嫌甲老；做甲老干，互人嫌甲老烂。足侪兄弟姊妹足受伤啊！付出遮侪，总是我收回，佫是啥物？嘛有可能，咱互种种可能发生的问题、困难、危险惊着，直到最后，咱选择退到咱上感觉上安全的所在，啥物拢莫做，啥物拢莫讲，因为至少这是较安全的，敢毋是嘛？特别咱面对台湾足侪无公义的事，咱基督徒无拄勇敢出声，总是咱看到一寡真微细的团体伫受无公义的对待的时，咱毋敢讲嘛，毋敢做，因为至少这是较安全的。会当讲真侪时阵，咱已经行到犹太的地界，约旦河外，咱的骹步就停落来，咱毋敢嘛，毋愿意搬过这个界线，勇敢往耶路撒冷去。不过各位，我毋知你有发现无？当耶路撒冷伫咱的信仰地图中来消失的时，就是当咱伫信仰顶面，伫咱的奉献顶面愈来愈精打细算、斤斤计较、自我中心的时，你敢有发现？事实上，咱的人性也愈来愈孤单啊！为什么？因为咱对上帝的信，咱对上帝献身，是起造伫咱家己感觉会当把握、控制、掌管的范围内，对到咱的信仰无所谓的冒险、
无所谓付出代价。直到有时咱伫读着圣经信仰前辈，伊怎样见证讲，信就是所毋望的实在，以及未看去的事的标准，或者是诗人安怎见证讲，上帝你的意念是高过我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这种超越自我的信仰体会，检测伫今仔日离开咱已经真远啦。总是咱来看基督教会2000年的历史，一个受迫害真少的基督徒的团体，竟然2000年来犹原会当伫历史徛在。为什么？因为2000年来有侪基督徒的男女，勇敢搬过迄个界线，勇敢往耶路撒冷去，包括将福音带到咱北部教会的加拿大第一位宣教师，也是去做台湾神学院的第一位院长，也是去做咱上山教会的宣教师马凯博士。马凯博士真细汉的时就决志要做宣教师。伊讲伫3、4岁时，听到一位海外宣教师来伊的母会分享故事。马凯讲，伊3、4岁听即个故事就足感动，立志大汉就要成一位宣教师。各位，你可能毋知马凯是出世伫倒？伫加拿大一个真小的村庄叫做佐拉村，爸母拢是做田人。一个做田人爸母所幼生的一个囡仔，伫即个真小的村庄内面，竟然有遮尔大的意向，讲有一天伊要做宣教师。26岁，伊对 Princeton 神学院毕业了后，已经备办好要做宣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听候，圣经伫伊的传记是安尼写：1871年10月19日，当时马凯28岁。各位，你会当想象28岁是偌少年，准备要去做宣教师。迄段故事读的时候，我足感动。因伫伊的佐拉村火车站，好小的一个火车站，马凯甲伊的厝的人、亲人伫道别。火车已经来，时间已经到，火车就要开。总是火车的站长不忍心赶马甲伊讲紧就车，大家揽搭的哭足毋甘，因为因的亲人知即摆马凯若离开，毋知阁有机会看到伊也无。2礼拜了后，马凯所坐船来到旧金山，美国的旧金山。有一天，伊徛伫船顶的时，看到浩瀚的太平洋，伊心内足想念伊的爸母，足想念伊的故乡。伊嘛伫想着讲，未来伊可能去宣教会拄着的代志，毋捌来到中国，毋捌来到台湾。伊开始问家己，伊讲：我敢永远拢无办法返去我的故乡看我的爸母嘛？我的生命敢会当承受遮尔可怕的考验嘛？甚至想到最后，伊问的问题是：难道我今仔日这个决定是一个错误嘛？当安尼想的时，同时阵伊嘛想到，伫东方迄个黑暗的世界，还阁有遮尔侪毋捌听过福音的人。2个月了后，马凯所坐船通过台湾海峡来到台湾。事实上，咱拢知，来台湾毋是马凯当初的计划，伊想要去印度宣教，总是上帝带伊来中国，带伊来台湾。马凯伫伊的日记安怎写？伊讲：这敢亲像有一条无看见的线，带我一步一步到这个美丽岛佛摩萨去啊！其实台湾伫马凯的宣教是足辛苦，伊伫伊的宣教报告安尼分享讲，这个辛苦是当初要离开加拿大，伊完全无想到的。好比讲，伊想到当福音开始传出去，有侪台湾人信主，
伫1874年，伫伊的宣教报告讲到一段见证，有侪的兄弟姊妹为着主日礼拜要来做礼拜，就爱受逼迫、受人赉骂、受人侮辱啊！各位，咱就好想想，今仔日咱会当遮自由伫台湾主日来做礼拜，咱的信仰前辈当初福音来到台湾的时，为着要做礼拜，就爱受迫害。马街讲到一个见证，有一位信主的兄弟，伊本来拢伫帮助伊的主人去准备拜拜所用的一切用品，总是伊信福音了后，伊甲伊的主人讲，主人足歹势，因为我已经是基督徒，我无阁拜人的手所雕刻的偶像，我无法度替你准备这个拜拜的祭物啊！无拍算，主人足生气。2天了后，伫半暝啊，带30几位带武器的男子撞入去伊的厝，半暝啊，拍伊的某，拍伊的老母，拍伊的姊妹，将这个兄弟拖出去外口，最后受凌迟到死啊！台湾教会、长老教会北部的宣教士是侪基督徒留因的血，用因的性命所写成的。其实这嘛，互我想到咱上山教会，敢毋是？1872年，马街第一摆来到咱的上山这个地区，迄阵叫做石口、溪口。福音拄来的时，附近的群众是足歹对待马街甲伊的学生啊，总是福音无受阻挡。伫短几年，3年了后，1875年。咱的上山教会伫遮起造啊，已经145年。不但安尼，当我咧读上山教会历史的时，咱伫中法战争的时，这间教会是互人拆毁。后来法国人出去，马街定心起咱的教会，伊敢要见证讲，上帝是赶过这个世间黑暗的溃烂，无人会当阻挡上帝的作为啊！我会记马街伫写这段历史的时，伊讲，拄啊战争结束，足侪基督徒伫战争的中间是受迫害。总是第一摆主日礼拜主日的时，伊讲下面是坐啥物人？是坐一群经过试炼得胜的基督徒，因的心上带着迫害，总是得胜的记号。伫台湾宣教经过25年。马街家己捌讲过一段话，伊讲：服侍上帝的时间真紧就过，25年离开伊过身前4年啊。伊讲来台湾做主的工，100日久就过去，25年足紧啊。伊讲我25年来伫台湾宣教，人拢叫我宣教师，嘛特别尊敬宣教师。伊讲无，我无了解伊是宣教师，就受人较侪。尊重伊讲，咱拢是宣教师，咱每一个人拢是救主差遣要去宣教、传福音的人。重点毋是咱所服务的地区，重点是咱对这位救主，咱心毋是有忠心呐。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拢是宣教师，咱拢是上帝呼召，咱就爱搬过迄个界线。勇敢往耶路撒冷行去的一群人，因为这是基督的教会会当受起造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啊！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主国外了后，伊怎样吩咐伊的学生，伊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毋通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袂当对因的信仰地图来消失。咱会当讲，无耶路撒冷，无付出代价，就无基督的教会。无耶路撒冷，无付出代价，就无基督的教会。今仔日是台湾圣汉的纪念主日。其实我想，伫这个纪念主日有一个真水的意思是，搁一摆来回想，咱这群受救赎、受恩的囝儿，咱会当今仔日坐伫遮，这是何等的福气！总是嘛，搁一摆来回想。台湾宣教伫北部，明年咱就要庆祝150年。
150年来，咱欠福音的罪是何等的大！北部宣教、长老教会伫台湾宣教150几年，总是今仔日伫台湾的基督徒只有6%啊！要做工实在是伤多，总是做工的人真少啊！我想今仔日教会真正需要的是啥物？我愈来愈体会，今仔日台湾的教会，特别是长老教会，咱所需要的，毋是足多真有温顺的基督徒，毋是。咱所需要的是一群愿意为着基督的福音付出代价的信徒。因为长老教会的历史，拢是用前辈用因的性命付出代价、劳费所写成的。今仔日基督嘛要来到咱的中间。我想今仔日耶稣若来到咱上山教会的时，伊要呼召咱，是毋是咱上山教会今仔日有一群伊的学生，愿意放落家己的自私自利，莫搁伫信仰中间计算代价。耶稣要邀请咱，咱是毋是愿意甲伊上耶路撒冷去？这的确毋是一条真简单的路。不过，今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的中间，主嘛，予咱一个真宝贵的应允。这个应允伫倒？第32节啦。32节伊安怎写？伊讲：伫努力耶稣行伫头前，各位兄弟姊妹，这是福音嘛？这是我读这段经文的是我上大的安慰。耶稣行伫咱的头前，希望这学生心内毋愿离开加利利，希望这学生因的心犹原充满惊吓，希望因的心犹原无理解耶稣你为虾米做这项事，总是就因为耶稣行伫因的头前，各位就安尼，伫耶稣伊的招呼，伫耶稣的陪伴，伫耶稣伊的听的招呼的下面，这群学生勇敢踏开第一步。搬过去的界线，愿意对耶稣勇敢一步一步行往耶路撒冷去。咱看去，谁行过？彼得行过。这位彼得捌囥耶稣，这边耶稣讲：主啊，你毋通做这项事，收工啊！彼得甚至伫耶稣受难了后3摆毋认主啊，走啊，米啊。总是彼得。圣经讲，伫五旬节的时，彼得伫倒？伫耶路撒冷。伫耶路撒冷，伫众人的面前，勇敢为基督国外的主做见证。迄天有3000几人受洗礼，归伫主的名。咱也看去，谁搬过这个界线？马盖博士，这位北邀义讲，我做的决定来台湾，是毋是一个错误？28岁的少年宣教师无拍算，竟然伫台湾宣教将近30年，带台湾某。最后死伫台湾，待伫台湾。马街将近30年的中间，起造60间的教会，包括咱上山教会，包括我的母会淡水教会。伫29年的中间，带领4000人归往福音，归往主的名。马街一生伊的座右铭是啥物？宁愿烧尽，不愿朽坏。宁愿修正，毋愿朽烂。亲爱兄弟姊妹，我所听的上山教会兄弟姊妹啊，咱的教会是侪信仰前辈用因的性命付出代价所做者，若无咱今仔日袂坐伫遮。既然有遮尔侪见证人，亲像云彩包围咱，咱就勇敢向前。我知影在座有侪兄弟姊妹检采，即时你的信仰嘛行到一个坎站，你就要做决定，你是毋是愿意对耶稣搬过即个信仰的界线，勇敢往耶路撒冷去？检采咱在座有一寡人已经搬过迄个界线，行往耶路撒冷，感觉真痛苦。有侪的挑战，甚至就爱背十字架，甚至你嘛邀义，你问讲。主啊，我安尼做到底有价值啊？啊无？若是这是你毋通袂记的，毋是咱家己咧行，耶稣行伫咱的头前。
耶稣亲自要为咱真济，因为耶稣家己要行即个耶路撒冷的路上，所以耶稣亲在咱心中会惊吓，耶稣亲在咱会动荡，耶稣亲在咱心内会苦痛，甚至耶稣嘛亲在咱所流的目屎。伊要成做咱的同伴，咱的安慰，咱的快乐。总是耶稣不止要成做咱真好的同伴，最后耶稣不只是行耶路撒冷，最后耶稣甚至为着咱人的罪，行十字架，死伫十字架顶。不只是安尼，第三日上帝互伊对死过活。这伫甲咱讲啥物？这是咱的愿望啊！耶稣对死过活，互咱一个愿望，就是这个世界黑暗的关系，甲死亡的确袂赢过上帝关系。咱若活靠十字架的人，咱会当得胜，因为基督已经得胜。所以，亲爱的姊妹，咱若愿意坚持到底，无放弃，无回头，勇敢向前。耶稣嘛应允，就伫耶路撒冷，伫耶稣迄个受苦、受侮辱、受看轻、受定、受死的所在，咱会当甲告我的主搁一摆相拄啊！伫耶路撒冷，咱会当搁一摆甲告我的主相拄，并且告我的主嘛安尼应允咱讲，伊的神就是圣神，要搁一摆充满咱。互咱有勇气会当行出耶路撒冷，行往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勇敢为福音做见证。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阿门。请咱掀开手部来读今仔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反转伫遮的隆重的事，咱对听咱的得胜到有春。罗马书8章37节。反转重的事，咱对听咱的得胜到有春。罗马书8章37节。三个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52首。请起立。
请坐。这时咱请蔡院长代表新人院来向大家请安。搁一摆，甲咱讲平安，代表全校的师生，甲阮的董事长罗龙斌牧师，搁一摆往咱上山教会来说道谢。阮目前伫台湾新学院总共有20位的老师，将近300名的学生。伫这300名的中间，我想这几年来，咱拢知台湾新学院已经通过教育部的立案，这中间有120名是咱立案的学校。真侪会友伫无共款的时，问我讲：新学院立案了后，敢有得到政府的补助？有啦，足少。要看卖，一年偌济？一年无到50万。换句话讲，今年咱新学院的经常费将近7000万，中间50万政府补助，大部分拢是咱长老教会全台湾长老教会将近10万的信徒为阮奉献。总是阮嘛真感谢上帝，台湾新学院今年已经创设149年，明年是一个真重要的年，就是阮要来庆祝马街伫北部宣告150年。各位学姐，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时刻。我嘛趁这个奉献主日，要来呼吁咱遮的互马街起造的北部教会，咱着爱准备，爱做啥物款的准备？若看2000年教会的历史，每一摆教会复兴，拢是对信徒悔改认罪来开始。每一摆教会哪会无复兴？若看2000年教会历史，为什么教会复兴就无去，火就无去？往往就是因为信心开始冷淡，甚至教会分争分裂的时，教会就无搁复兴。咱都爱备办。明年3月9号是新学院的校庆，阮实在是真期待。马街当时上帝感动伊的人，感动伊的神，伫今仔日搁一摆感动咱北部正教会兄弟姊妹。所以今年的奉献主日，搁一摆，互阮会当对正兄弟姊妹恁的奉献，阮会当搁一摆来体验上帝对即间伊所设立的新学院，伊的信息永远甲阮三个伫地。今年特别真辛苦，我想每一个教会奉献拢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当地方教会兄弟姊妹奉献减少的时，相对嘛影响到教会机构以及新学院的奉献。所以阮实在是深知，今年对新学院是一个真挑战的事。总是阮有信心，因为149年来，咱的主上帝，伊无一摆伊的应允是空空。总是今仔日我来到咱上山教会，我毋是只有募款，我嘛要牧人募人。后疫情时代是宣教的时代，为什么？因为死亡唤起所有的人，不管你有信仰无信仰，死亡互咱惊吓，总是死亡嘛唤起咱来敲找人生真重要的问题。侪人开始伫问：我是一谁？我是对倒位来？死后我要对倒位去？后疫情时代是教会的时代，教会不能再沉睡，这是我们传福音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不过我深深感受到，伫台湾只有1%的基督徒，要做的工实在足多，总是做工的人足少。长老教会伫过去有一个真水的传统，就是厝内上优秀的囝儿一定奉献做主的工，做牧师啊。厝内上优秀的，毋是去读医生毋是。长老教会对早前传来一个信仰真好的传统，就是厝内上优秀的查某囝，就是奉献给主用。我实在是确实，今仔日的新学院就是明仔载教会，有好的传教者，有好的信仰好的献身的新学生，未来才会成做教会好，
搁成长的路步。今仔日的神学院是明仔教会，也因为安尼，我来到咱的中间，我确信，即间马街所起造的教会，马街祈祷的确足多足深伫咱的教会中间。我嘛确信，伫上山教会应该有真多的兄弟姊妹，伫马街的感化下面，伫耶稣基督福音的救赎中间，我要邀请你勇敢踏出迄步。我知真多人几年前就领受上帝呼召，总是一直囥伫一边，无去面对伊。检查今仔日伫台湾城的奉献主日，主要搁一摆对你讲，我会当找肯自罪，自罪愿意为我去。你敢会当回应主安尼讲？主，我伫遮，请找我。最后，我搁一摆感谢陈牧师所带领的上山教会，也祝福恁伫即个地区、伫即个社区，也搁有遮尔侪人无信主。上山教会伫遮会将诚做光、诚做盐，将福音传互搁较侪咱的厝边隔壁知。也愿上帝祝福恁手所做一切工，因光伊的名，直到有一天主过来的时，愿因光归于上帝。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平安。这是咱的奉献，请真当庆宁长老、林中景长老、王素仪长老、曾启阳执事、詹慧执事、杨义香长老、陈明奇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请咱看周报370页。奉献的部分，若有订单，请中节来订正。周间聚会甲下周圣工事奉的，请咱家己看。第3点，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奉献主日，特派
蔡主任院长前来讲道请安，多谢蔡院长，请学者关心奉献。第4点，教育组今仔日下晡12点半到4点要举行中一同工造就会，邀请苏美珍老师来专讲，请中一达团契新牛人的会长、小组长、乍木里区特级的新牛人的老师，甲愿意接受装备的兄弟来参加。会后要举行小会。牧区消息，创立团契定11月17拜三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的聚会，邀请吴宏玉老师来分享，请客友参加。集体关怀，刘彦丽老师的父亲刘姓阮兄弟伫11月初8拜日蒙主温调，定11月22拜一下晡2点要踮咧第2殡仪馆的祭秘2厅要来举行日莲的火化礼拜。11月27拜6上午10点要伫公馆教会举行追思告别礼拜。随后要前往阳明山至善园举行安葬礼拜，请咱为这个遗族来祈祷，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好，咱先来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朋友，对台中来的赵罗仪甲伊的朋友，欢迎你们。好，咱嘛除了咱为着严丽老师因全家来祈祷以外，咱嘛为着伫美国的吴玉清牧师的家族来祈祷。吴牧师伊嘛伫11月初10，伫美国的时间下晡3点的时间，蒙主温调，所以咱嘛为着牧师娘甲伊的家族来祈祷。这是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台湾、为着世界、为着宣教师来祈祷。咱嘛为着伫大院的兄弟，民主这昨已经出院，即马伫厝里休困，咱继续为着伊祈祷，嘛为着俊生兄，佮为着身躯欠咱的兄弟姊妹，中正长老拜二，要伊去开刀，咱嘛为着伊的身躯祈祷，为着英珠姐、富美姐、寿贤姐、秋菊姐、曲玉姐、应轩、美莲姐、郭忠贵兄、庆和兄、秀恩姐、志金姐、弟兄兄、张老师。美霞姐、美兰姐、邓妈妈、龚基姐、陈基雄长老、阿淑姐、伊丽、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富美姐、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丽珍、美珍、幼庄兄、李雀老师、嘉禾姐，咱为着这个身躯欠安尼，真济咱可能毋捌因咱嘛无看过因的面，总是咱将因的名摕到上帝的面前。咱嘛除了安尼，咱嘛为着今仔日是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咱嘛恳求主帮赞，互即个学校会当来造就搁较侪的工人，嘛会当补足因的欠缺，互咱为着学校、为着台湾、为着集体来祈祷。主动阮军队主要所以骹步，主恳求你引带牧师，我嘛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真济伫厝里疗养的主恳求你帮咱因带上所因快乐，然后帮咱施食，拄着施食的这个家庭，严丽老师、吴玉清牧师因的家族，主恳求你来安慰因，因带因，互因也清醒明白，因伫上帝你的手里。主要恳求你来看顾阮的台湾，阮的世界，主帮咱。这个世界会行伫合你心意的道路，主，阮也要为着神学院的需要来祈祷，恳求你补足神学院的欠缺，帮咱这个老师，互因会当来培养造就搁较侪合你心意的工人。主，阮感谢你，今仔日借着院长伊的勉励，伊的讲道，搁一摆来提醒阮，主，阮就爱勇敢进前。主无互即个时代，也是阮所看见黑暗的事，来阻挡阮军队主耶稣的脚步。主恳求你激励阮，搁一摆来提醒阮，将你的神赏赐伫阮的内面，互阮搁一摆来奋兴，互阮学习。100多年前，这个信徒因勇敢军队主耶稣的脚步，阮伫即个时代，阮嘛要献上阮家己的性命，恳求主你来使用。
主，阮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有侪兄弟姊妹伫厝里疗养，也是准备要开刀，也是已经接受开刀的。主，恳求你拢保守因带，互因会当恢复因的身躯，互因会当紧紧会当来到教会，甲阮做伙做礼拜。阮也要为着拄着死失的这家庭祈祷。主，恳求你安慰严厉老师，甲吴玉清牧师因的家族，帮助因虽然面对艰苦的事，总是有国外的愿望伫因的中间。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主，恳求你引带阮的教会，互阮会当伫主你的面前，会当所有兄弟姊妹，阮会当认罪，因为阮知只有认罪，才是复兴的开始。恳求你就帮助阮，也互阮行往合一，行往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阮也为着阮的台湾、阮的世界来祈祷。主，你看见即个世界已经失去你当初创造的时的美好，总是阮伫遮也要为着即个世界、为着台湾祈祷，因为阮相信主你是听祈祷的主，你怜悯阮，你看见即个世间有真侪人在受苦，你的心嘛一定真痛苦。主，恳求你就照着阮的祈祷来帮助阮，也互阮付出听的行动。主，恳求你使用阮兄弟姊妹，也帮助阮。阮也搁一届为着新学院的需要来祈祷。主，恳求你帮助引带，互全台湾的这兄弟姊妹做伙来关心这新学院的需要。主，阮知这需要真正是真多、真欠缺，总是主，阮恳求你帮助感动兄弟姊妹的心，互因会当借着奉献、借着祈祷，会当来互新学院会当来继续培养合你心意的工人。主，阮将阮兄弟姊妹未来新的一个礼拜拢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保守阮无论伫讲话、行动、工作、学业，甲厝内的人斗阵，阮拢会当行出合主你欢喜的旨意。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下来吟圣诗396首，圣诗396首，吟诗了，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迄把上帝疼痛、圣性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